看宜兰的罗东五家甲东山乡，昨暗嘛因为落大水后，真侪所在拢做大水哦。民众厝内的家具、电器拢浸伫水里，风阁真透，有民众的车牌嘛风吹甲碰见哦。今仔早起雨有较细咯，也毋过一寡路段地下道的积水嘛是阁还袂退，车是袂得过。 眼前水因规片已经无看的路，宜兰罗东镇的新城二路、外国五高架边啊出现淹水，富隆路三段也发生淹水。在罗东的富农路3段积水还没退去，水淹到成人的膝盖高，甚至这里更是部分住户唯一的连外道路，交通因此受阻。昨天我们里面，我自己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那个大回这边了。啊，没办法，也要出去啊。没有路了吗？没有啊。 富隆路的灾情真惨，愈往巷啊行，淹水愈严重，水灌入下街居民的家具家电浸水损坏。当地镇长吴秋莲甲行政院政委陈金德到场了解。除了外面的这个其他我们5个大水系统，它都已经满水位了啊，个就是雨路这大，它一时没有办法宣泄。 市区方面，只剩长城地下路少数地方有积水，抽水车透早就到场将水排向水沟，有不少技术到了后才发现路未通。这里就是地下道。受到风台影响，为宜兰带来大水后，当地经过几暝大雨，包括罗东五家东山拢有灾情。今嘛部分地区积水提起，住户家店头也赶紧变少。储藏室的东西。 泡水、一些器材那些东西啊，30公分左右吧，因为墙壁它有痕迹啊。我们的物资啊，要给那些食客免费用餐的食客的物，都已经湿掉了。这场大雨，唔但互住户甲店头生活受影响，更有未少的车牌互大雨拍落去，路上不时会当看到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